大郡主这密道真隐蔽啊！少君，城内重兵把守，如若出现差池，我们怎么脱身啊？放心，小千肯定有办法。他是编剧，编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编瞎话啊！什么人？翻头行动。好，走。说忽略你太久了，能不能继续忽略我？就现在。启禀二郡主，人已带到。带进来吧。是。二郡主，小人先前虽被陈芊芊擒拿，但始终不忘二郡主的使命，卧薪尝胆，假意投靠，趁机将她擒来，但凭您处置。很好，都先关起来。是。别动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好一个恩将仇报！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救的你？二郡主的恩情，小人没齿难忘。小人也曾以为二郡主您善解人意，三公主恶贯满盈。可如今，小人不是这样想的。这一路走来，您的所作所为，让我想起了当日的陈芊芊。你打归打，你别骂人行不行？陈如楚，回头是岸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你现在自身难保，还有功夫来劝我？可笑！你们以为我会坐以待毙吗？公子，公子，城中出事了。楚楚要做什么，就随他去吧。我也不想再管了。不是二郡主，是三公主。什么？三公主带着一小撮人马从玄虎城回来，诈降二郡主，没想到被二郡主瓮中捉鳖，性命堪忧。护城军呢？朝城中去了，还有一伙朝咱们来了。咱们不就是来找花园城主的下落吗？这不，花园城主找到了吗？这是找到了吗？这是被关在一起。在下玄虎城主，这位是我的夫人，玄虎城司君。您应该就是花园城主吧？这位想必就是您的夫君吧？啊，小人是城主的侍从。多有得罪，我见二人举止亲密，还以为……你们玄虎城不是以男子为尊，女人不能当官吗？
为什么你的夫人是思君啊？事发突然，我也是临危受命。我见夫人英姿飒爽，做事颇有一家之主风范，想必平日也是你当家吧？家里的孩子都还好吧？都还孝顺能干吧？的确能干，这不把二位